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咱国内的疫情的境界，降为2级了后，人甲车拢拼出人。虽然国内的疫情平稳，但是嘛，互人担心，是毋是会出现着防疫的破空？因为这个国外变种病毒的疫情也是真严重，而且台湾嘛有南山的境外杀入的个案，都有公卫专家提出着警告，讲未来2礼拜将来进入着疫情降级的观察期，讲都要等到9月才会当较安心。人多车嘛多，疫情降做2级警戒了后，互人敢若长期到疫情飙出来进前的状态。不过嘛有人真烦恼，降级未解封了后，敢有可能佫出现防疫破空，然后佫变做3级的警戒。感染科医生黄立明讲，至少需要观察2礼拜才会当安心。人民的一般民众的顺从性呢，有没有改变的话呢？你大概看2到3个礼拜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。其实整个观察期要到秋冬啦。条件有稳定的感染源要藏伫社区，除了降级的观察期，一路到9月份，嘛要注意本土个案感觉会增加，绝对袂使放松。莫袂记得，阁有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随时拢伫边境。国内嘛有几下的境外杀入的个案，公卫专家陈秀熙嘛提醒，即马就会使开始做快筛认证机制。如果万一有热点的流行的时候，或有大情境感染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。这些部分可能慢慢，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安心防疫的场所，其实可以慢慢来规划。对于这个居家快筛以及企业的快筛的一个指引上面的一个辅助。陈秀熙讲，大家挂嘴暗的习惯嘛是防疫优势，继续挂嘴暗，较食洗手咧，大家做伙防疫，才会当避免疫情果迎来一摆。